Let us ready. And fight. 兩個都係打。如果互中咗，拉翻呢個距離。OK， 好明顯互中咗已經冇分㗎啦，唔好再攞入去啦。OK， 兩個都自殺式㗎啦呢個。嗰個係提醒嚟嘅，再嚟犯規㗎啦。好，兩個都提醒。點樣寫？好明顯俾人打中咗，拉翻呢個距離。如果係互相響燈嘅咪就係。Hey ready, fight！ 爭超過就係有啲，但係如果通常一個大空嘅一條動作左手，第一個犯規 on record。頭先咁嘅情況，我就睇下邊個發動先㗎啦。我就變咗佢有被動㗎啦嘅情況。佢第一個 on record。係我揾你都係。你講聲吹大哇！吹大。Hey ready fight！ 仲有2分鐘。係數。啱啱點嘅？1。嚟補分，紅色第一條命兩滴血，藍色第二條命滿血。留意出界啊，兩個都腳長嘅，因為ready fight！ 嚟數。紅色第二條命滿血，藍色第二條命都係滿血。ready， ready fight！ 嚟 stop。輸晒呢個，要入去真係啱。技術喎，技術喎。第一個同第二個。唔係啊，因為我 record 第一個犯規。係，因為佢頭先一開始兩個警告你。我好有準備翻出嚟。你唔夠準備得好。OK。Ready， fight！ 體育精神插水啊！落嚟啊！本門大技出現啦！頭先有少少 scramble 可以接受嘅，但係注意個距離啊，拉翻個距離啊，唔好有過多嘅身體推撞。記住我哋 check 到嘅部位係手臂、軀幹、頭，全部都係犯規嘅。ready， fight！ 剩翻1分鐘。喂，有收。我咩都大啦。身高冇罪喎，喂。其他都冇罪。第二個犯規。藍色靠一滴血。我就。咁就變咗最後一條命冇分得罪你咯。好，講部分啊，紅色第二條命3滴血，藍色最後一條命4滴血。OK，ready，fight！
好啦。 stop。紅色仲有一條命滿血，藍色仲有一條命滿血。OK ready fight。頭先有兩個 clean hit， 紅色中頭 ，OK， 藍色嘅，好嘅，好嘅，好嘅。